雖然而家放暑假，但澳大校園暑假唔停步，呢一日就接待嚟自內地近250人嘅交流團。交流團嘅成員包括內地旅遊業嘅官員同業界代表，仲有部分內地嘅記者隨團採訪。呢個交流團會參觀澳門多個景點，藉此了解澳門旅遊業嘅發展狀況。啱啱躋身泰晤士全球百強年輕大學第39名嘅澳大，梗係交流團嘅其中一站啦。你睇，真係好多人啊！我覺得，在我印象當中的來自澳門的同學，他們都是比較熱情、比較開朗，然後給人一種非常的就是有想法的那種感覺。我覺得這個有這種自由的氛圍的話，我覺得對學術會非常有幫助的。無論是在跟人交流，或者是給我們來賓介紹一些東西的時候，都是特別的全面，還有就是特別的有涵養。除咗呢個交流團，澳大喺暑假仲會接待多個嚟自兩岸四地嘅教育團體等。單7月就有超過1500人到訪澳大。校園記者劉麗芳報導。